基比医学中心影像医学放射诊断科的医师吴德参表示，近年来神经血管介入微创的手术，伫各种的脑血管疾病的诊断甲治疗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不过，伫实际临床的场合，却欠缺帮助初学者的一套教学的模具，因此研发红外线即时导引影像的拟真血管模具。因为现在台湾有一些急性中风取栓的需求，所以这个是要提供24小时服务，所以在人力需求上非常的密集，非常的强。那在我们的训练，一般来讲，传统训练需要3到5年的训练，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真实病人资料库1:1的模具，那可以来加强住院医师的训练，而且缩短他的训练时程。那另外，我们又考量到在训练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辐射线，那这个辐射线因为训练而增加的辐射剂量，我们需要来减轻。那再来，我们不需要干扰到临床的实际运动操作，我们不需要用到实际的血管摄影室，所以我们另外就是利用这个红外线的导引，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在一般的服装操作下，在会议室，在一般比较空旷的场合，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训练。基比医学中心研发团队伫教学院长陈志成的带领，结合教学中心的主任加临床医护人员的努力。近年来，伫创意甲创新调整无数，透过临床实际运用，类似医护人员首创的研发守护器圈，不但会用预防患者自行来移除公路，而且嘛用预防手腕加指尖观察处的压伤，提升医疗照护的品质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